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手機入面嘅地圖會知道你喺邊度？答案就係靠 GPS 技術。GPS 代表全球定位系統，佢依靠圍繞地球運行嘅導航衛星運作。要明白 GPS 點樣運作，我哋先由一個簡單例子開始。呢個係小美同小偉，佢哋嘅距離好遠，但我哋唔知道佢哋實際幾遠。咁點知佢哋嘅距離呢？我哋可以攞一把超級大嘅尺，直接量度距離。但當距離越嚟越遠，咁樣做就會越嚟越難。於是科學家就諗到可以利用無線電信號嚟量度距離。依家小美有一個特製遙控器，可以發送無線電信號，而小偉有一個特製天線，可以接收小美發出嘅信號，然後計算信號行咗幾遠。咁小偉就可以隨時知道小美同佢之間嘅距離。咁假設依家冇光呢？小偉嘅天線只可以知道小美離佢幾遠，但小美可能喺呢度，又或者喺嗰度。小美可能喺呢個圓上嘅任何一點。所以如果我哋想準確知道小美喺邊度，就需要多兩個天線。每一個天線都知道小美離佢幾遠，而三個圓交搭嘅位置就係小美所在嘅地方。GPS 嘅原理就係咁樣，只不過唔係用地面天線，而係用圍繞地球運行嘅導航衛星。每一枚導航衛星都知道你離佢幾遠，而所有距離計算出嚟嘅交匯點就係你所在嘅位置。